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談判嘅首席代表利夫尼話，中東和談陷入危機，但需要繼續進行。利夫尼星期六對以色列電視2頻道話，情況非常複雜，已經陷入真正危機。但佢話佢認為和談應該繼續落去。佢又主張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領導人舉行直接談判。就喺一日之前，美國國務卿克里話喺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採取嘅一啲行動導致美國斡旋嘅和談破裂之後，奧巴馬政府正在重新評估美國喺中東和平進程當中嘅作用。克里喺星期五話，如果以巴雙方並冇意願為和平採取建設性步驟，美國可以為此投入嘅時間同努力亦係有限度。喺談判破裂之前，以色列並冇按時釋放第4批巴勒斯坦囚犯。